市龍獅運動協會弘揚獅藝館啦，係最終嘅得分都係9分㗎嚇，9.00分。暫時就應該咧係排分啦，係應該排第一位啦。暫時而家暫時呢支隊排第一㗎。呢係徐溪苑啦，城鎮文化藝術中心啦，嘅徐青嘅呢個自選道路。獅子都好有精神喎，好威猛。嗱，獅子嘅屬性啦，見木就咬，見水就氣。見木就咬啦，見水就氣啦。係啦，啱先咧佢就咬柱，屬於山腳邊嘅一啲樹木，所以佢先咬嗰度。好，漂亮，非常正常啊！一個360度轉喺後去兩張台，橫推中，再嚟一個連續後去雙許，由高至低掛雙裝。哇！啱先見到呢個獅子咧，連續咧係不斷跳躍嘅距離咧好遠好遠啊！而且佢一龍過做咗4個以上嘅難度動作。嚟自咧係穗湛江市咧穗溪縣城鎮文化藝術中心，為佢哋表演嘅咧係係啦，獅子咧都係不斷咧叫做係環顧四周，揾緊啦一條咧自己咧可以係適當行嘅路啊！哇！咁啊見到咧係不斷咧似乎發覺咧係山下邊咧係有山間溪流啦，勾耳啦，洗翻個面先。哇！一輪嘅動作咧表現到啦，醒獅我哋講啦，佢嗰種係精氣神方面啦，係完全係表達晒出嚟啊！最眼定定望望前邊，嘗試兩腿左邊連續嘅呢個動作，繼續一個難度分啊！繼續哇！呢個叫做係180度嘅，過嚟一個飛躍彈跳，彎腰探水，再上去坐頭。哇！現時咧，我哋嘅場內當中咧，做陽光啦，直接射向咗啦我哋嘅高裝位，即係更加令到我哋現時嘅直播嗰種環境咧，個鏡頭啊，俾到真係非常之靚仔，猶如晨光一樣啊！可以睇到啦，光咧直接射到個獅子，好似電晶一樣啊！哇！呢個神態，整個神態突顯獅子嗰種個神態嘅神韻，慢慢係啦，諗清楚，開始有點火合合嘅感覺，點樣要將個車坐出嚟咧？再望清楚先啊！
係啦，咁大家翻轉可以睇下啦，呢個叫做佛山莊啦。獅子嘅一動一靜係突顯到好有神韻嘅感覺。回頭啦，再望一望，揾清楚自己條路喺邊度試下，再眨眼。繼續過嚟。不斷啦，眼神可以傳達到俾我哋一個獅子啦，係再喺度揾緊呢個青啦喺邊度。你可以留意翻啦，陣間啦佢採青啦，將會係設計翻啲咩動作啦，咁要請翻啦我哋國指導啦，係去進行現場嘅點評啦。係啦，嗱，獅子咧準備正考慮採青啦。咁個青喺最後一支裝嘅裝底下邊，盤底下邊點樣採咧？好啦，我估計佢係掛單裝採青嘅，好嚟啦喎，唔好眨眼。哎呀，一個180度回頭轉，一個180度回頭轉，掛單裝，好穩陣。哇！呢個獅子擺條啦，好醒神喎。擺個獅子架，好。有啲威猛醒啦，整個弓馬步，弓架體能都比較好。大膽啲啦！望下先，仲有冇？冇啦。呢個獅子都好愛乾淨，食完之後都要清潔翻先。舔手舔腳。好，光完落。